歡迎嚟到法式學堂，我係孖天央楊雲峰律師。最近大家無論睇緊新聞定係話上網，都會留意到香港多咗好多大家所謂嘅碰瓷黨懷疑個案，由冇碰撞，不過cut傷白線導致後邊車挫親頸嘅意外，又行下街無端端有個路人攞住部爛嘅 iPhone 同你講話你撞到佢，要你賠錢，甚至無啦啦喺公園放狗都會惹上官非。呢啲離奇事件都令到好多人好擔心，究竟呢啲靠屈人嚟攞着數嘅行為喺法律上係點樣界定嘅呢？如果你哋咁唔好彩遇上嘅話，到底你係面對緊一單普通嘅民事索償，定係一宗精心佈局嘅刑事騙案？今日我哋就要對碰瓷作出一個拆解，由民事索償嘅基本原則到刑事罪行嘅陷阱，幫你一次搞清楚，以後遇到啲咁嘅情況就會識得點樣保護自己啦。我哋先由網上最近瘋傳嘅幾單案件講起。有新聞報道話有啲集團式嘅碰瓷黨，專門去製造一啲輕微嘅交通意外，或者捕捉一啲輕微嘅交通違規，然後就話自己頸傷、心理受創，向保險公司索償巨額賠款。呢啲事件嘅核心法律問題其實可以分開兩個層次去睇。第一就係冇掂到，係咪就等於冇責任？呢個係民事索償嘅問題。而第二層就係，如果對方由頭到尾都係全心欺騙，又會觸犯咗乜嘢法律呢？呢個就係刑事嘅罪行問題。今日我哋就由淺入深去講解。首先我哋要明白，就算真係有意外發生，都唔係話邊個大聲睇落邊個慘啲就邊個啱嘅。喺民事索償入邊有一個最基本嘅概念，叫做疏忽。要成功證明對方疏忽向佢索償，第一，謹慎責任。喺法律上，你對呢個人有冇小心謹慎避免佢受傷嘅責任？好似揸車嘅司機咁，你對路面上嘅所有使用者都有一個基本嘅謹慎責任。第二，違反責任，即係你做咗一啲嘢，或者你係應該要做但係冇做到嘅嘢，達唔到一個謹慎合理嘅人應該有嘅標準。例如一個合理嘅司機喺路口轉彎，係咪應該減速同埋留意周圍嘅環境呢？如果你冇做到嘅話，就可能違反咗謹慎責任啦。第三，因果關係，呢個亦都係好關鍵嘅位置，尤其是喺冇接觸嘅情況下，對方嘅損失係咪因為你嘅行為而造成嘅呢？我再講一個生活化嘅例子啊，你拖住你隻柴犬叫旺財喺公園散步，不過你冇用到狗繩，有個阿婆行過，旺財突然間走咗過去，吠咗兩聲，冇掂到佢噶，但係個阿婆就嚇到失足跌倒，仲要整斷咗隻手骨。呢個時候就係阿婆跌倒，係咪因為你隻狗吠呢？咁我哋就要證明嗰隻狗吠係導致到阿婆跌倒啦。如果證明到就因果關係成立啦。第四，造成損害，呢個就好直接噶啦，就係對方有冇確實嘅損失，例如係身體受傷要睇醫生，或者財物損毀要維修。所以大家見到，就算有一單真正嘅意外，你要成功索償到，都有好多嘢要注意嘅。好多懸疑案裏邊嘅碰瓷事件，都係因為喺因果關係同埋嗰個損害度大做文章，將一啲好輕微甚至係冇關係嘅嘢無限放大，務求咧就係向你索償。如果成件事由頭到尾都係一場戲，對方原來係一班專業嘅演員，咁樣呢一個就係一個刑事案件，呢個罪名就係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或者詐騙罪。要構成詐騙罪，幾個好關鍵嘅元素就係要有欺騙嘅手段，佢講嘅嘢明知道係唔真實，但係個目的就係要誤導你。第二就係呢個欺騙令到受害人將自己嘅財產，例如係金錢交咗俾騙徒。第三就係呢一個犯案人嘅行為，無論喺主觀嘅標準同埋客觀嘅標準，佢都係不誠實嘅。譬如咁講啦，阿明仔去咗間高級餐廳食飯，食到差唔多尾聲，佢突然之間喺自己碟餸度擺隻曱甴落去，跟住就投訴餐廳，話啲嘢食唔乾淨，要佢免單同埋賠錢添。阿明就聲稱隻曱甴係餐廳本身有嘅，咁呢個就係欺騙手段，目的就係唔想俾飯錢同埋攞到賠償金。再舉個例子啊，有個女士叫做阿麗啦，佢行咗入商場，見到個清潔姐姐啱啱拖完地，雖然個地下差唔多乾晒噶啦，但係咧佢都專登特登行過去，然之後好誇張咁樣跌低，跟住就向商場索償100萬。阿麗就誇大虛報自己嘅傷勢，咁呢個就係欺騙手段啦。呢啲行為其實無論手法點樣變都好，個核心都係一樣嘅，就係用唔誠實嘅方法去騙取他人嘅金錢利益。如果對方仲要帶有威脅性，例如你即刻俾5000蚊我，如果唔係我就報警話你撞到我，咁就可能升級到一個更加嚴重嘅罪行啦，就係
敲詐罪，即係勒索啦。聽完民事同埋刑事嘅分析，所以無論遇到乜嘢情況，咁你要記住我依家準備講嘅自保方法，令到你唔好俾人敲詐啦。有時你喺揸車嘅時候遇到意外，或者你收到傳票，記得即時通知保險公司你所有嘅狀況，唔好即時承認所有嘅責任。你可以同對方講，我會將成件事匯報俾保險公司聽，再等佢哋聯絡你。傳票都係一樣噶，仲有就係要全力配合保險公司，要全面誠實咁樣提供資料俾保險公司。因為如果你冇跟足我頭先所講嘅，保險公司有權唔去幫你作出賠償。無論點都好，你喺事發現場唔好即刻認晒數，一定要保持冷靜，同埋要記錄低所有能夠記錄嘅證據，例如係傷勢啦、車輛位置啦、周圍有冇警告牌等等啦，留意周圍有冇 CCTV 或者目擊證人。如果有人見到嘅話，有禮貌咁樣問下佢可唔可以方便第日做你嘅目擊證人。如果遇到刑事訴訟或者傳票，你有權問控方攞晒所有嘅檢控文件，包括未採納嘅證供。呢啲有機會喺日後嘅民事訴訟度用得着噶。咁例如有啲人面對一宗不小心駕駛嘅控罪，佢哋覺得係好小事啫，見到個案情摘要啫，佢就即刻走去認罪啦，就冇向控方攞所有嘅證據。咁樣咧，對於日後嚟講，可能都幾蝕底噶。嗱，碰瓷嘅手法咧就日新月異，但萬變不離其宗。唔知大家有冇遇到一啲好離奇嘅碰瓷手法呢？歡迎大家留言。如果中意我哋 channel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訂閱啦。